做个样。哦，西宫天，公英太匆匆，明夜梦，春夏眠秋冬，我愿是一梦，地上无飞天，无知今相今天就将你就送头的啊。规工伊就等。英雄，黄碧川，师兄的身体又紧来紧难的啦，听走伊来100比100复工。本期3年去台北看医生哦，还唔当100通盘就去，爱上钱哦，没上麻烦啦。总裁，哎，我去台北了，我去台北了。有冇钱都要来喊哦？阿嫂诶，迄日前面啊，要去同好同缝片啊。缝片嘛个，缝片伊也都难免用哈。唔系啦，上诶，叫做用诶。叫做搞同缝片啊，乱不爽来，就喺天啊附近诶啊。俺妹喺度一种地方哦。哎呀，青嫂，上都会上做的这种天赋卡，然后师兄来这家，靠你什么钱？才个板木，乱死！秋江，你换来这间啊？哎妈，你怎么改啦？你唔是秋江啊？哎，你先说，下来你。哎，你有吗？喂，队长，来谁啦？呢边啦。哦，兼咗所在啊。上诶，300兄弟都过几年我开始经才来啦。哎呦，你先煮面，啊去买菜，甜甜做来。好。哦，好会啦。注意着哟。哇，有卵呢！香吼，也唔系普通人就会煮的哦。我爱到天发转去啦，看我真的有乖毛，那边有天发。几片啊？有条面不细上会色啦。哦，好好。你都是这种地方打电话转去哦？这片张有啊，天发。阿嫂，我爱打电话呀。是面呐。妈妈，亚面很香诶。你吃了，超好吃的。喂啦，来转去啊。哎，我进来哈。我要买酒，一干唱来。唔是的啦，伊嘛个搞清。哦，赢了。上，平常时都没事酒，根本就会塞很多，奇怪哦。哎。上诶，无咧，无那么遐久诶。你也不是来追阮的啊？对是咩？
凶嘞！吼，听呢？隔壁拄来几下又去的，你就随走去吼。无啦，无，都阮迄黄大叔害的咩吼？转来随招我啉，我本来是要找你呢。你是你偌济啊？这款笑话你讲出来？我地敢若袂生我咧讲，我著讲正经的咩？正经的，王大叔伊人遐尔斯文，哪有可能招你去啉烧酒啦？上的，对呢，我嘛感觉怪怪。头拄无问伊，怎心情歹款？好啊啦。啊，你是命无？哦，你比我较急呢哈。对啦，我在家己哦，帮你买衫，你看，水吧？衫哦。对啊，你看，嘿嘿。你去家己，敢是做啥歹代志哈？会受着去买衫互我？无啦，我在想。哟，你用还蛮水呢，啊？你做草水太久的哦。妈，也喺台北，嘿啊，面试乖乖呢。哪有啦？唔迄人不卡去管迄啦，可能休买荷包借来个面试呢。台北，迄应该从太姑姑送嘅东西按样咩？会啦，下礼拜就会啦。所以啦，媽對南浦曬上來，頭先發到去到台北，所以啦，下去長地捱到去到三重埔，後對岸長去台北，亞福卡老夫啲淡水河做岸，也非係原家移民嘅太本樣。打電話。喂，李總伯嘿，迄捱啦，阿姐啦，拜託誒。迄牙巴伊下的啦，牙巴用一個包啊，嘿啦，安子說吼。真是，叫我，哎，你来借電話，你嘛較客氣的哦。你唔是媽來哦？你是媽來哦？講嘛甲？啊，你啥物解？我講，迄唔是媽來的啦。你講啥我聽無啦？啊，只叫電話哦，你嘛較客氣的啦。捌字佫兼無衛生啦。
有往就后摆呢。嫌阮的电话垃圾，你家己装一支啦。臭哟，较掂的啦。你上过干着哦，莫啰嗦啦，困你。喂，阿爸诶，你来啦？阿爸哦，阿爸，有闲来坐哦，阿爸。无啦，迄日也同好啊，隔壁林嫂都同乡下啦。有啦，足好的哦，阿爸，咱这春风楼足好的小姐上好啦。去河马顺啦，淡水吼一讲哦。唔是啦，要动风片哦，我买嘛去手油了。不过按补头又较吵啦，嘿啦，嘿，哦，嘿哦，你爱讲电话，不要家己装一支哦。家己有一支小大支的，哈，你哪知偌大支？就大支的啊！哎，有一支大支啊，你莫个困啊！这有啥？什么烂歌听拢无啦。阿爸，我老人讲哦，我要请哦阿勇说，加转去哦，早营也着上来哈。嫁真的哦，老也带上来哈。我准备好哦，佢随时就要转去哦。好啦好啦，我有事情啦，就请阿勇哈。啊，讲遐久是讲好阿伯，电话是免钱吗？妹，家己会纳钱哟。袂啦，我做晚哦，我有去甲佢添巴啦，下摆。下摆，你这啥下摆啦？小无啊你！吃饱装水啊！出来啊！你先用一讲啊？那点都有香草，香草会调查。生意不偏，安定硬件，莫求医生啊。是太医院，是再回去。有了，师兄哎。师兄哎，你会艰苦吗？有的呢，每年有的就无开哦。还忙检查，用开药的啊。医生就看细胸的好好啊。无这有迄个当然好好啊，你莫老医生讲嘿。汤床行我一顶，敢无开药的？佮万一哦，这有迄个你用甲啥？唔会啦。唔会咧，我赶落台北，结果总毋得天天看病，啊真还无听到，我动艰苦问题嘛？你啥像无乜个事情用诶？你也甲阿爸迄用会做诶啊？有星光天，你喊叫好梦。有星光天，你喊叫好梦。你也甲阿爸迄用会做诶啊？啊，真无听到，迄个唔错嘿。唔见变变老青年带上来有哪来讲无？我无讲得到你爱啊。我老人讲有乜个用啊？啊，还没人去甲爽来诶。用啊！上诶，你用讲破，都嘛甲伊见面就安尼国查查诶，有话好好诶讲咩？嘿啦，啊真的无听到，拄迄眼唔错啦。佮就办会贴忝诶啦。师兄也不偏给时间，唔对就无错啦，就唔知好势。我是小都4岁唔对，上记电话送来，结果阿真的无听到，也
也好，有许多那种地方。啊，所以俺哎呦，拜托，今日出去食飯，認下路，當做唔是做嘅，師兄咩有嘅，嗌上班。这个唔是适合。阿嫂哎，我要吃饭嘞。你今母唔是做啥哦？师兄哎，有怪么？哦，鬼神的就会救命呀，还有分米啦。有哎，师兄啊，我老去吃饭啊，来，快来。来。来吃饭。来哦，你等下长棍哦，烧的。兄哎，爱吃饭嘞，饭好对么？吃饭嘞哈。水果牛哎。小啊，哎呦，今天有说多。哎，谁先爱的啦？啊。哎，你身高到底没有？兄哎，这用来某啦，这种某哪搞错？我较早讲，哎呦，歹势啊歹势，无熟悉我后白讲话。太太哦。哎呐。哎呦，恁翁做大师真无用哦。嘿啦，遐济啦遐济，较等下我招待。你的糖粉哦，我猪肠仔加甲你掺几地啊，食肠仔补肠仔。多谢。阿嫂，糖粉3碗吼，还有肝莲、菜头，啊豆干无切一挂。哦，做对啊。好啦。阿嫂，俺老唔讲啦，一家哦，俺老传的都是梅呢。哎呦，东分人踢嘞，一件事。师兄啊，师兄啊，来。哎呦说，俺冇去提亚瑟了。师兄哎，亚师兄唔是这碗啊。我要对准黑色了。哦。哎，阿朱姐啊，安那？啊我拢包包起来呢。啊，你唔是要倒啊食？无啦，我坐咧还是甲你看尔啦。好啦，包包起来啦吼你。包起来啊？嘿好啦好啦好啦，较坐一个啦，小等一下。水好啊，你包啦。甘少无？嘿啦，安尼做得嘞啦。哎呦，啊，变我安尼哦，张冲人呆耶。今亚下生言哦，好交办好诶。系啊，太亮哥要去读书诶。哦，见梁公婆衰了嘿。哦哟，太子，又不会你出钱。哎呦，妈妈，我村比你较多，我出钱唔错嘿。好啦，我看到唔是少啦，这些种的事情啊，我到这种的比是较好地位，太欢的个都无骗的啦，啊！去问丈夫，干嘛呢？哎，你台北行行啊，行行来来，哎呀，哪有个心情啦？用的啦。呀，连三重埔我爱都还是唔偷呢。而且，我唐公三重埔要不要动动洗好钱呢？你紧张嘛喏，讲钱都洗做嘿。洗孙的先照顾好怎讲啦？行啦，生意看看，来，叫我来台北来。好啦，过年啦。我看你也不卡哦，很少买东西哦。乜个？我唔会乱讲。
阿怎么？老师，老师。参问他保健室体内，他的头啊有撞到，晕倒的时候呢，在溜滑梯上正要滑下来，还好旁边有同学，不然的话，黄太太，我是觉得小宋啊不适合来这里读书，像他有身体上的疾病，学习能力上呢又跟不上其他同学。先生，你的意思是师兄也不用上学嘿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建议你带着他到那个有特殊教育的启智学校。哎，唐武胜哎，先送医院比较重要。看医生嘿？爱弟爱弟，师兄哎，来，红起来来，你去看医生哦。阿川哎，你好高朋友走起来呀！不要吵。你听人用喏？那免唔是啊，先生讲自己好到分体的啦。我有去看过医生。唔是讲有偏从行外底，你去求个医生啦。你虽然不偏用我安定人强咯。阿川，我看你的报警请假，带囡仔去看医生。以前中去，哪一是偏天数？师兄啊，以前中去哈。来，哎，师兄的乖哈。王先生，你们小朋友应该是患有癫痫，也就是俗称的羊癫疯。不过这一切还是要等到检查报告完全出来之后才能确定。只要吃药不中断，是可以正常生活的。你也不要太担心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帮你调一下点滴哦。师兄诶，还会痛吗？唔会啦吼。不会痛的讲啊，弟嘛。师兄诶，像的啊。都是摇的啦。迄卖人老人家的天数呀。听说迄董有判罚给你吼。伊咧朋友啦。哦，伊以前用的讲啊，咱叫张做得转去不卡。医生讲，再过1、2年就做得出院的啦。嘿哦，师兄诶，你疼到么？错诶，也表哥阿亮阿英1礼拜前2日去家去全家回相片。等下真的要来台北张去啊？没错了，不过阿亮哥讲，1礼拜张有限。唔懂奇怪呢，阿真的忙来，你用做电脑，阿奶奶迄摆个全家福。好啊，唔对，听讲伊好爱读书，先转去啊。爸爸，那就先转去了。师兄诶，你要乖乖哦，爸爸哦，老你重攀哦，哈。转去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临时有点事，你可以帮我转交给501的黄先生。501，好。谢谢。你都会跳吗？喂。转去哦，改改细声哈。哎，妈，哎，来，哎，海仔。先生。哎，谁送的？一位小姐。小姐，人呢？刚
刚走。好。师兄诶，阿爸出去以后就转来啊。希望拜托明天数请你听从。生意呢有安尼飘，那你就会天数唔是下来。你讲来对你懂事无？规家你就搬上台北嘞，怎么你唔同来讲咯？规家你同嘢好事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啊，我相信哎，伫迄这种上头就做的人，我有老去讲伊唔通。下礼拜我要去请讲清楚，也我要将伊故事上的，对你懂事的。看嘛该啊，太看，抢嘛该用诶，按看有嘛该好看诶啊。入来啦！所悲哀，有我。阿珍，俺两公买了啊？妈妈唔跟趁的，哥哥唔跟趁的，水水妹唔跟趁的。呀妈妈，我呀哥哥，世上诶，总去台北的啊，梦想。我要请妈妈。我爱我买糖，好嘛？我爱妈妈。安尼哦，家公有买教的本事哦，阿真挺中意的啊。我爱写正条的，我爱写正条的。哦，唔爱啊，阿公请假，就带你来台北，请他妈妈，好吗？来，跟你摸过来。我呢，阿公饮药半坛，好吗？日讲话啊，先做餐，阿
些菜，不谈嘛？阿阳叔，阿阳叔，那叫我这位做1号米梨哈。啊！那叫这位做1号米梨啦。讲你上诶，哎呀，不过拄少同步诶，唔要再去教你呢。你外爸老阿真嘅你讲个啥喏？冇定来啦，hem去炒茶啊！炒茶？那有钱呐！拜托啦，你嘅肥头茶，你做1号米梨哦，真外爸老阿真嘅啦。係啦，唔講啦，唔見翻到幾多啦，嗬？那拜你啦，阿陽叔，阿陽叔，你要來睇出就唔係啦，阿陽叔。各位啊！多謝。嚟，好快，來哦！妹妹，阿珍，嗱，珍，教官板，來，哦，好了，哦，教官板，來。唉，有種蔬菜，咁樣係咩唔錯嘅，定下嚇。無理冇唔錯咧，有朋友會來。真係，嗰度會等你，喺度坐一下嚇。唔熟嗰邊。坐來哦，哦。行李來啊咯！是咩哦？這以後叫阮坐去啊。阿伯，遮爾晚，你哪還袂等？我大啊，我坐下車，我車無路，好，我這老骨頭，我要回家切個做咩耍？就會休困者哈。阿伯休困哦，內底較舒適啦，入來啦，安尼咁好。入來啦。哦，等下，我也有伊那邊哦，稍等下。哎呀，真係，你特別坐下，我得倒滷水嘅啊。妹妹，行啦，咱來入去坐。來啦，入來啦，我愈內底愈舒適呢。無愛啦，坐規工的車，後尾忝死。啊，就是忝啦，愛補一個啊。唔啦，我帶囡仔了。囡仔免煩惱，阮遮爾濟人會替你顧啦。袂夠胖見啦，行啦，入來啦，行啦。哎呦，哦。家狗。安尼吼。
甲变天天诶！啊，真诶，请多嘞。阿菜喂，阿菜喂。爸，乖嘞。哎呀。阿珍呢？都会妈妈冇注意啦。阿珍呢？阿爸，你来了，来来来，来，爸。真的啊？阿叔喂，死咗未？阿公我帶阿珍嚟送來哦。阿珍啊，阿珍呢？阿爸坐啦。阿爸，俺走了哈。走了，走了。好。李叔啊，你皮哪一张？好。阿珍呢？来，拿拿。给阿爸，點啊？哦，上茶係行切架撩下茶，就摩天都睇㗎，可能係咪㗎？阿珍，你買嘅？这正条哎。哦，阿哥煮哦。啊，係啊。啊，只是没人出嘿嘿，没办法吧？呀，你那个咯，真的特别差哎，煮到个再硬嘅咩？係啊。哎呀。好上當，太你們唔好上當。誰啊妹誒？上當天我。你有喊你啊喏？阿福卡。哦。佢真幫來嘅，強勢妹妹哦。你還冇煮漢江哦。唔當幸福，阿公愛上你。嫁公啦。哦，你懂聰明哎。春意啦。天丁哎，要搬入你貓。轉去。要比去吃掉某事，要比慢慢掉沙发。阿爸掉蛋掉，哇，有好棒哎！掉蛋妹，黑掉某钱出钱难，手拍过。唔好看好8歲嗎？然後看好8歲呀，人的一生就像好8歲，流過去就唔會再過轉來呀。我哋也畢業吧，好吧，這都無聊。也係人生茫茫嘅世界，係就會做下來。看啊，我8歲啊，流啊流誒，佢保佑8個人嘅歡喜、幸。
快乐，老悲哀。我平常都喺啲情感度留佢讲话，唔是啦。安乖哦。来，安子说，今本日偏爱看好吧。哦，星空天，你安叫好梦。坐定。细小的被医生诊断出系癫痫，要按做竹麻菜，佮用时伫牙尼公度躺起来撒像系竹麻吃青菜。医生讲，亚种病抢走的是药的控制，无办法团经。妈妈，嘿，妈妈告，妈妈告，干嘛的？妈妈告。听到看啊！嘿，嘿，哎呦！阿珍，我大摆两个阿哥去讨事，爱手变做土吉嘅阿姊。细小的系爱嘅太人讲的，过后爱利用啥营养不良。细小的美丽唔快有关的。叫我安静的力量，万福玛利亚求你。妈，奶奶进来了。阿成，唔是煮诶，我煮吃面包啦。哎呦，哎，苏伟，这样呗，面包啊。这个葱。放开面包。啊呜！你过来。海龟面包真好吃。爸爸给你买个面包啊？螺旋奶油、含胸成肉。奶奶，牛腐面包。艺术是咧系菠萝面包，师兄的是咧系炸弹面包，是哈啦。那边是咧系葱巴面包。就葱的咩，那有法咯。
看一般的种猪都是面包去喝的呀。快点嘞！那从不应张在阿珍的老师兄啊，去求马祖保佑，迄件不应有带去两姊妹去沟通。去两啥唔会上大嘿。你讲嘛该啦？你家都较太的，这个好。伊海的马祖，伊海的耶稣，安尼好嘿。去台湾研究爱拜台湾嘅神啦，莫去上天，莫去耶稣，讲阿斗嘅就讲唔摕咧。因讲去发其他会说啦。嘿咩？阿叔来讲没错啦。下尾这道哦，拜因台湾神明卡哩。嘿咩？好，啊，无再搁带顺利的去沟通的。下礼拜不考的事情，就这种也意思去做。联合师傅，去平华球的翕相过来翕相啊！该干事，干事。阿叔诶，谢谢呗，吃饱去帮伞咯。阿珍呢？唔好老人教啦。阿珍，过来坐好啊！阿珍呢？阿珍呢啊，过来啦！阿珍呢？对翕相机有兴趣啊？好，来，来先吃一下，唔是紧走啊。起好。谁要不要？师傅上床啊，弄痛，起好。我翕咯，大家吞头先。1、2、3。妈个鬼东西！你哪看到是要安那哈？无见笑啦！啥没见笑啦？我来看干嘛？你妈甲阿姨来请伢妈无？听讲伊哦，再搁听伢妈去上班哦。我也无啱错，当初讲好叫我拜年啊，结果一言再言。对啦，还拜托唔掉啦。tháng ngày của ca温柔父子，望đến thiên cung cái xe ngày hiện su hồng cái自由共跑天天的戲愛講